我們的研究團隊今年加入更全面指標、宏觀、技術面、資金流及期權等，以輔助極深入的基本面分析，希望在勝率評估、倉位控制、進出場時機方面更進步。大兒子 Isaac 上週進一步把旗艦組合倉位稍稍降到5-6成，4月份再贏近9%，年初至今已贏到大約38%，所以短短4個月已經超過了去年及前年的成績。暫時持有科企7雄 Mag 7，除了 Meta， 其次就是光傳輸產業鏈及記憶體股票。美伊需為巨額軍費埋單，美股上週繼續高歌猛進，仿佛美伊只要不開打陸戰，就是買入美股的機會。波士頓龍蝦拼命鉗住波斯貓，但即使未開打，雙方都要為巨額軍費埋單。白頭鷹幾艘航母每天獨自曬太陽，天文數字令國家負債急速上升。所以金毛自戀狂很可能繼續減少在歐洲的兵力，讓歐洲和烏克蘭自己去面對北極熊。北極熊這次從油價升幅補充了不少子彈，可能會威脅到烏克蘭及西歐。可是波斯貓也不好受，白頭鷹踢反了他的食物兜，財政惡化中，身形變纖瘦了。重點是無花果樹國可能會加大力度打波斯貓的北方親戚，究竟是某某拖延戰術精妙，還是被逼得心急如焚？讀者可以因為各自情緒價值需要來理解，繼續活在自己的劇本裏。最後結果可能1-2個月就知道了。現在勸你不要說得太死，以防跌落地執翻沙的姿勢顯得太肉酸。不過院友一向不會尷尬。至於我們這邊，不知道企鵝最近股價是否受其投資組合內的小 M 公司 AI 助手事件影響。白頭鷹的大病房院友 Mark 哥的大 M 公司向小 M 的收購被否決，對個別股票的影響可能比一般院友想象的深遠。同時，本土企鵝的人工智能 AI 對手算法算力也在大幅提升，企鵝似乎落後於其他本土模型。經過這事後，相信他們對直投及併購 M&A 會謹慎很多，內部可能也做了一些反思。紅籌架構監管或冰山底暗湧，一級市場 Private Equity 的刀光劍影絕對會影響你所持股票，所以我們最近更忙碌。除了上市公司業績外，有時客戶也會向我們諮詢一些未上市項目，包括美國或港股的獨角獸。一方面是前景，其細分領域領先地位及動態競爭，另一方面是其投資架構。隨着3間萬億美元市值級別的美國科技 SpaceX、Anthropic 及 OpenAI 快將登上納斯達，市場新股舊股也似乎加速在一級市場流動。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我常常說，做投資絕不能只看水面上2級市場的戰況，也要留意冰山底下的暗湧。最近紅籌架構是市場焦點之一，未來政策方向將牽一發動全身。另外，今天本地市場可能會反映反制裁的新聞。其實絕大部分投資者很難兼顧以上既多維也高維的研究方法，所以部分來找我們傾訴及幫忙。很多新舊客戶找我們討論最新部署及策略，我們都面對面或在 WhatsApp 內語音回答。至於為什麼很多分析員及基金經理也束手無策，這方面我幾乎每週都有說出一些原因。當然，大病房院有 Reactor 斜線 Collider 的模糊記憶和模糊邏輯可能是接近原點的，他們通常忽視或鄙視哲學家康德所說的物自身，不自覺地只着重第一視覺的五感刺激，所以思考靈活度較低 2F degree of freedom， 又或者完全錯誤運用靈活度，以致自己長期受血氣主宰也不知道，可能因不其然用了和叔本華同期的另一兩個哲學家的思考方法。我進一步懷疑大病房院友假設沒有如亞氏保加裡的插件，可能連歷史和幻想都分不清，因為他們總是跟着感覺走，好浪漫，所以他們是真心，不是裝的，分不出事實真相。這發現是否有點震撼？可能你還是聽不明，我意思是，他們或許不是故意強詞奪理，每天亂說一通。這些院友是經過長期的自我第一視覺訓練，才又舒服地回歸到世界近一半人口的大眾群體內。克拉對和人交談時，內心很想說，請簡單點，說話的方式簡單點，因為以為彼此都是演員，用臉在表達，說話內容是次要，邏輯更多餘，
因為邏輯牽動不了情緒。建議各大院友讀整套演員歌詞，其實亂七八糟才可以和大部分院友共鳴。從腦科學角度看，我懷疑可能因為沒有長期啟動前腦省電模式，因此只依賴五感反應，即是不喜歡取回 retrieve 裝在前腦元 NAND flash 或 HDD 的記憶，缺乏 background data 斜線 information 背景資料作對比，所以 Collider 表現出來的行為容易被他人覺得我行我素，真我個性盡流露，任憑自己海馬體內的 foreground data 及杏仁核主導其機械式反應。其實 Reactor 連基本常識都缺少，又怎能蒸餾出智慧來呢？大病房院友難分辨底層邏輯。現在升一兩個位維度，像唱歌升 key，談抽象思維可能還是太遠了。Reactor 只喜歡當下反應 react 及撞 collide， 可能連基本的 information 都不太重視，因為 information 要預先處理，需要一有咗前腦用力聚焦 convert 斜線 loop 成邊界 boundary 及二右前腦的無邊界自由探索 divergent。要用三類似微積分方法，先降維再升維，來捕捉及打磨 continuous wave data 斜線 episodic memory 的 information， 轉化為 semantic memory 斜線 discrete data。所以 Reactor 只能對衣食住行、吃喝玩樂 money power sex 比較熟，其他較抽象的概念，一概覺得不需要知、不需要明白、不需要記得，以致最終無法預測原油海峽，另一海峽也是如此的局勢變化，只依賴要跳，不是我和 Isaac 及 Owen 的油管，為他們食以降維的解讀及預測，因為他們只喜歡簡單直接粗暴的結論。以上進一步拆解了大病房院友的病根，也是市場的主流節奏。我們在股市內會因應錯失恐懼症 FOMO 和逃生程序，快速地為我們的客戶切換倉位水位。瘋人院無處不在，不只在股市內，現代的法利賽人也到處都是，真理概念極度模糊。但法利賽人在台上說話應要有更高的標準斜線準確率，因為大病房院友無法分辨底層邏輯，通常只依從台上的權威而照單全收。本欄逢周一刊出。作者黃華 Fred 為義方資本創辦人及投資總監。